天玩游戏不陪老婆的下场啊！去你妈败家娘们儿，你干嘛呀你这是？刚才被小杨哥弄的，我操！干嘛？哎，就这老娘不会说高兴。走。老胡，你给我领哪嘎达来了？太冷了，这天哪！钻木取火。哎，这能着吗？哎呦，这咋的呢？你再想想招吧。哎呦我的妈！打火石！哎呀，我要都拉了尿了都。哎呦，别着急，哎，咋整呢？别着急，咱抽会烟，冷静一下啊！哎呀妈，冷了啊！冻死了，真的。哎呦，你这不有火鸡吗？你像那二逼，这不有火鸡吗？这不他妈有火鸡吗？看直播了，你看。昨天我们搞那么。操你妈！出来！大口生气把头拿出来！不是穷人打死。哎，别闹，洗头呢！谁？别闹，他妈洗头！志冠宇，你洗头呢？他妈有病啊你啊！干啥呢？洗个头呢，自家聊舌的。起来！你他妈的操！妈，你啥时候来的？刚来不大会儿。是迷糊了。我创业从阿里巴巴创业，1999年到现在为止，我没有1个月拿过工资，工资当然都发到我们家老婆账号上去。我从来没碰过钱，我对钱没有兴趣。你妈个怂逼！你单身狗，老婆都没有竞争过，老婆都没有，你还女朋友都没有，还老婆的，那天天搞什么？你天天都烦人，走，滚开呀！来个冰淇淋，好嘞。大家慢。到底还给不给啊？不擦了！哎呀，我操！快！别烧！